講人生只有3日，昨日、今日同聽日。昨日係一個翻篇嘅章節，唔理你幾輝煌定係遺憾都好，已經寫進你自己嘅定簿裏面。你可以復盤，可以反覆咁自責，你可以懷念，但係唔好活喺過去嘅回憶裏面。尋日嘅意義唔係令到你沉溺，而係令你成長。今日係唯一真正掌握喺手裏面嘅籌碼，所有嘅改變都只能夠發生喺此一刻。你拖延嘅夢想、逃避嘅問題、想做但未開始嘅事，都係咁一個現在，即係當下。今日好似好普通，未來就係翻篇嘅起點。你此時此刻嘅選擇，正正就係決定明日嘅高度。明日係一個方向，係一個希望，係你真正走向答案。你唔會自動變好，但係會因為你今日嘅努力有所改變。聽日唔係聽日，而係一步一步成長。所以你唔好俾昨天困住，唔好浪費今日，唔好將明天交俾昨天。用心睇落嚟係好簡單，但其實每一日都係不停嘅復現。當你真係經歷過好今日，你昨天就會睇嘅改變，明天會成為你嘅禮物。繼續支持我哋大家奶，將愛同福音走去遠方。